一位呢，真正朋友呢，哦，迄对伊印象上介深。心目中的黄老师。对啊，而且是舞台上呢，台风稳健，风度翩翩。真的，你听他唱歌吼，完全零缺点。对啊，你安尼注意安尼竖起你的耳朵，好好来欣赏。相信音乐所邀请的这4位哦，无论视觉、听觉，绝对是一种上好的享受哈。来，要来介绍这位是咱这个号称新书歌王、风度翩翩的黄志明安排歌曲《心头肉》，拍谱啊，鼓励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主持人为各位献唱一首《心头肉》，希望大家介意，谢谢。像你双手一点一线，人生一条路，一步一步牵阮行，一年一年甲阮情。我若送你心痛，我若要你不甘吃。 目屎就深袂干，我若跋倒，亲像针插伫心肝，我恨什么命？我该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痛？搁较痛嘛是因为我。 像你双手一点一线，人生一条路，一步一步牵阮行，一年一年甲阮情。我若送你心痛，我若要你不甘吃。 目屎就深袂干，我若跋倒，亲像针插伫心肝，我恨什么命？我该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痛？搁较痛嘛是因为我。 好吗？我恨什么命？我爱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痛？搁较痛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。
闻见风度翩翩，绅士歌王哇，谢谢志明，真的谢谢。柔中带刚呢哦，唱到人的心肝头去。哎呀，迄个真的想起来，会当安尼吼，听到到地吼，听歌哦，有些听歌人有感觉是安怎，敢若规个强要万美迄个感觉。啊，有影嘿啊有影，，尤其是呢，唱歌讲安尼感情咧落的时阵哦，敢若安尼会起鸡母背迄种的哦，哦迄才是真真正正唱到人家心坎里面。诶，尤其嘿啊心头吧吼，嘿写着即款亲情的吼，对啊真侪阿母啊吼，即款歌拢会感动。有影有影。啊，佮拄好搭配伊的歌声，哎，有影，伊的开口咱。这黄志明，你是用什么款心情吼来诠释这首歌？因为呢，对面较早呢，我若是农家的子弟啦。哦，是大人呢，非常非常的辛苦呢，来请养这阵囡仔。哦，所以讲呢，那甲年纪较大来的时阵呐，拢身体都无好啊。嘿，说明讲无去享受到什么款的咱譬如讲去佚佗啦，啥物，会使讲一世人拢真艰苦。拢无啥物享受着哦。嘿。安尼啊，嘿。哦，做囝仔日是说想要甲迄个，敢若讲带出去佚嘿佗，但是都身体都无法度哦振动安尼。嘿，所以讲，这种的感觉，互我感觉讲，伊是为着咱的囝儿是世孙吼，安尼伫咧付出，嘿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崇高的一种心情。对啊，真伟大咱做囝儿是世的人，去感受着这份伊的爱心，咱本身嘛有一个相对的孝心，来尊敬咱的士大是人，安尼对，哦，希望呢，依照咧这首歌曲呢，心头吧，互咱这个电视机头前面的每一个人这个。